今日祝每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5年4月7日。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0篇，士师记第9章第7节到15节，约翰一书第2章18节到28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伫基督里。士师记的士师原文英语翻译做 judge， 这是审判官的意思。伫以色列的历史的中间，对族长的时期进入伫领袖的时期。现在伫这个约书亚以后，就进入伫这个审判官的时期。这个概念会通对迄位伫埃及甲希伯来人互相相拍的人的喙中来质问摩西的话所讲的。迄个人讲，什么人立你做阮的首领甲审判官呢？敢讲你要杀我，亲像你杀迄个埃及人同款吗？这是记载伫出埃及记第2章14节。士师审判官伫旧约圣经中间，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导职务。牧师爱称士师做将军。或者是讲小拍家人吼，因为因专门带领以色列人咧征战，也亲像迄位伫埃及的希伯来人所问的是：什么人设立你的？今仔日的经文，士师记第9章第7节到15节，约翰一个听到这个代志，就去徛伫基利心山顶，对示剑人大声话，讲：示剑人啊，就听我讲，上帝就会听恁。有一边树啊，要设立一丛树做因的王，就去甲橄榄树讲，请你做阮的王。橄榄树应讲：我哪通停止生产，互上帝甲人得到阳光的油？去伫恁的顶面典位呢？这个树就去甲无花果树讲，请你做阮的王。无花果树就应讲，我哪通停止生产我甜搁好食的果子，去伫恁的顶面典位呢？这个树去甲葡萄树讲，请你做阮的王。葡萄树因讲，我哪会通停止生产，互上帝甲人欢喜快乐的成就，去伫恁的顶面典位呢？这个树对刺皮讲：你做阮的王。刺皮因讲：恁若真正要设立我做恁的王，就来我的应允下，互我保护。若火就会对刺皮发出，烧毁黎巴嫩的白香树。若毋是上帝，若无伫上帝的内面，什么人会当彰显家己的能力甲权柄呢？保罗甲哥林多教会所讲的话，若有人伫基督里，伊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伫基督里是基督徒所追求的。因为若无伫基督内底，就无伫上帝内底，就是违背上帝，就是敌基督。伫尾后会有济济敌基督的出现，济济会自封做主，掠家己做义，看起来好像亲像咧相信基督，其实却是只不过是咧兴起家己的势力。建立家己的版图。约翰一书第2章18节到28节，安尼来提醒。细囝，这是将末的时，恁有听到基督的对敌者特别来。现在已经有真济基督的对敌者出现。对安尼，咱知这是将末的时，因离开咱。因为因毋是咱的人，因若是咱的人，会继续甲咱做伙。毋过因离开，表示因拢毋是咱的人。恁已经有领受圣神，恁拢知我写批互恁，
毋是因为恁毋捌真理，是因为恁捌真理，搁知一切的虚假毋是对真理来。什么人是白贼的？一定是拒绝耶稣是基督迄个人。拒绝爸甲囝就是基督的对敌者。拒绝囝会无接纳爸，宣认囝就是接纳爸。着坚守恁对起头所听到的信息，恁若坚守对起头所听到的信息，就会继续活伫囝甲爸的内面。这就是基督互咱的应允，是永远的活命。我写正会互恁是关系想要迷惑恁的人的事。对恁来讲，恁对基督领受圣神点伫恁的内面，就无需要别人甲恁教示，因为这位圣神教示恁逐项代志。恁伊的教示是真的，毋是假的。安尼，着照圣神教示恁的。点伫基督内面，当少年人，着点伫基督内面。安尼，恁伫伊显现的时，咱伫伊的面前，通好胆，袂因为伊的来临感觉见笑。你我所追求的是伫基督里的信仰吗？或者是咱只是伫咧追求有名的牧长、真高讲道的牧师，看起来真神的领导者。其实最简单的检验的方式，就是亲像保罗所讲的，无论做什么，拢是为着主来做，是吗？你我所追求的、所尊重的对象，是毋是真真正正为着基督来做，为着基督来活？伫基督里，为着要荣耀彰显主的名来努力呢？诗篇20篇，愿上主伫患难的日来应答你，愿雅各的上帝甲你藏伫悬的所在保护你，愿伊对圣所帮助你，对锡安扶持你，愿伊会记得你一切的所做，接纳你的小化者，愿伊照你的心所爱赐福予你，成全你一切的计划。愿因为你的得胜唱歌，愿要奉上帝的名庆祝你的胜利。愿上主成全你一切的祈求。但我知上主会救伊选立的王，会对伊成的天应答王，用伊正手的快力，予伊大胜利。有人换靠车，有人换靠马，毋过阮只有要看靠上主，阮上帝的名。因会通使倒落去，阮会通赢徛在在。上主啊，求你互阮的王胜利，阮求救的时，求你应答。恳求上帝帮助阮会有这个辨别的能力，有愿意遵行主旨意的决志甲使命，互阮会将心追求活伫基督里，为着主来活，用耀主的名来努力。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